繼續轉來看咱國內這行政院園區呢，早起是安尼大熄電，差不多1點鐘的時間。大家講是這內部的設備異常，也毋過拄好這時間點，就是漢光演習的期間。那也立委王鴻薇，伊是這支這能源輪性呢，根本都無看到效果。也那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，伊是認為講這是單一的事件，無需要因為安尼就去怪能源政策。走廊規片暗澀澀，行政院園區初市日透早發生強電故障，因為天氣是熱翕翕，真濟人走到門卡口來等待。台電的車就佇咧行政院外口，人員到現場趕緊來搶修。台電講，行政院是佇咧早起7點34分熄電，現場確認是內部的設備有故障。那8點34分電就攏已經來啊。今年漢光演習初5登場，城鎮輪性演習嘛做伙來展開。行政院雄雄熄電，互哪位的質疑城鎮的輪性變做是咧畫口號。這顯示啊，我們的能源韌性真的非常有問題。如果行政院自己停電，然後第一時間備用電源沒有辦法及時供應上，這已經顯示我們所謂的城鎮韌性已經有很大的破洞了。只要碰到用電的問題，我想藍白都會無限上綱到缺電，都會無限上綱到能源政策，都把它來作為政治的攻擊。專家分析，行政院是國家上懸行政決策的所在，熄電除了衝擊日常的行政作業，嘛有可能會甲各部會之間的溝通出現空隙。若是相關的備案機制無穩定，閣拄到一寡重大命令要來發布，恐驚就會錯失先機。電力跟資訊，這個本來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直管的界面啊，你沒有這些東西通聯，你很難去做後續的處置，不管是通聯啊，或者是一些甚至於是一些命令的這個下達，這些都必須要納入備援的機制。專家呼籲一寡重要的相關單位甲機關，唔但要有電力有備的資源，包括資通訊等等環個甲直的聯絡機制，攏要有即時應變的措施，才袂互敵軍會使亂空亂碰偷偷啊攻擊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